Welcome back， 大家好，欢迎回到一周的视频工作室。这一周的28号、29号，我们将迎来中国的农历新年。作为一个普及毛利文化的博主，我今天想回答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近几年来，大家会在社交媒体上经常听到或看到，大家有管中国新年 Chinese New Year 翻译成 Lunar New Year， 而在各个社交媒体平台上引发热议。其实这个问题非常简单。Chinese New Year 是不是就等同于 Lunar New Year 呢？接下来我们大家一起来看看吧。首先，我想介绍一下中国的农历与新西兰毛利人的毛利月历都是以月亮的变化为基础。大家记住这三个字是为基础，而不是完全的基于月亮的变化。就像太阳历中，中国的春节每年都是不同的日期，毛利月历也是一样的。毛利的新年被称为 Matariki。 说到这里，我们就会发现今年的春节农历新年是阳历的1月29日，毛利的新年 Matariki 是在今年的6月20日。中国的农历与毛利月历都是以新月开始为一个周期，从月亮的新月到满月为止，一个完整的周期大约在29.5天。所以在中国农历以及毛利月历中，一个月历循环大概都在29或30天左右。它们的不同点在于，中国的农历除了观察月历月相以外，还会结合太阳的及四季的变换，其中包括24个节气。人们依据24个节气来进行农耕、收获以及增减衣物。毛利月历是通过观察潮汐、星象以及鱼群活动等来调整它们的日历。所以说，严格意义上来讲，无论是中国农历还是毛利的月历，都不算是单纯的 lunar 这个词来概括的。既然都有月亮为基础，那么为什么中国农历新年与毛利的新年 Matariki 相差如此之大呢？那是因为中国和新西兰地处两个不同的半球，并且中国的农历新年定在每年的正月初一，也就是最接近冬至后的第2次新月的日子。它不仅仅考虑了月亮的周期，它还参考了太阳的运动来保证新年以春季来呼应。春季又是万物复苏的日子，因此中国农历新年又叫 Spring Festival 春节。同样的，毛利新年也不完全依赖月亮，它是以 Matariki 星团，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昴宿星团，在黎明时升起作为标志。昴宿星团也是时常出现在南半球的6到7月份，冬季左右，它向